传统的哈，那个喝口，是有秘言，感觉很有智慧。是，根本感謝主。我讀國校初中嘛，阮兜遺傳。有爸母我種。啊？有爸母我種。我進入去大約吼，無你怪怪，啊怎麼好像？對啊，感謝主，這是。
吹，吹，冰块。吹，有，吹。
以上帝感谢你，一礼拜时间，伫阮的人生中间虽然是真短，但是你犹原分看时间的长短，因为你是阮生命中永远的主宰。阮的时间在伫你，也阮也愿意将阮的时间奉献互你。经过6年的时间，阮检查伫阮工课上，伫阮的家庭，伫阮的学校，拢叫我，但是阮知，经过6天的时间，阮犹原要来到你的面前，咱遮安静阮的心，要来甲兄弟姊妹做遮敬拜讨落你。感谢主你的带领，虽然口面吵吵闹闹，但是阮的心只是来到圣地，阮是准备阮的心，要当遮来祈求真侪代志，也要感谢真侪代志，也要恳求主继续伫阮的家庭、阮的事业内外来帮助，这摆信心甲阮同在。咱将今仔的时间好好的奉献伫你的面前，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咱来唱一首圣诗，圣诗580首，580首，救主耶稣万福不还。咱要来读第1节就好，咱读第1节。来，最后读起来，救主耶稣万福不还，公义快乐也称赞。主垂下向耶和华欢呼歌唱，永能的华美在他的圣所，耶和华超乎万神之上，的名有尊荣和威严在他面前，来向耶和华歌唱，向拯救磐石欢呼，以耶和华为大，当受极大的赞美，来向耶和华歌唱，全地飘向他歌颂，在列邦中述说他奇妙的作为。等一下，等一下，向耶和华欢呼歌唱，永能的华美在他的圣所，耶和华超乎万神之上，的名有尊荣和威严在他面前，来向耶和华歌唱，向拯救磐石欢呼，以耶和华为大，当受极大的赞美，来向耶和华歌唱，向拯救的歌颂，在列邦中述说他奇妙的作为。来向耶和华，来向耶和华歌唱，向拯救磐石欢呼，以耶和华为大，当受极大的赞美，来向耶和华歌唱，全地要向他歌颂，在列邦中述说他奇妙的作为。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耶和华承受他的生命，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心事永不更改，直到万代。来向耶和华，来向耶和华歌唱，向拯救磐石欢呼，以耶和华为大，当受极大的赞美，来向耶和华歌唱，全地要向他歌颂，在列邦中述说他奇妙的，在列邦中述说他奇
妙的，这在列邦中述说，在列邦中述说他奇妙的作为。哈利路亚！神啊，我们向你欢呼歌唱，因为你是配得我们敬拜你尊崇的神。我们来到你面前，要将自己全人的献上，按着你的心意，不是按着我们自己的心意。愿你的圣灵来引领我们，带领我们，好让我们注目看耶稣，不是看自己，愿意跟随主的脚踪，一生不放弃。谢主，谢谢你，感谢赞美你。向亚伯拉罕献上一生，我生命之爱都献给你，所有一切都是你的赏赐，你给的我献上全所有，我全然献上。我全然献上，我全然降服，照你旨意，不照我意，跟随你是我的喜乐。我全然献上。我全然降服，在每一天每个选择，我都说我心尊主为大。向亚伯拉罕献上一生，我生命之爱都献给你，所有一切都是你的赏赐，你配得我献上全所有，我全然献上，我全然献上，我全然降服，照你旨意，不照我意，跟随你是我的喜乐。我全然献上，我全然降服，在每一天每个选择，我都说我心尊主为大。十架就在前头，时间就在前头，时间就在后头，我选择耶稣，跟随不回头。时间就在前头，时间就在后头，我选择耶稣，跟随不回。十架。时间就在前头，时间就在后头，我选择耶稣，跟随不回头。时间就在前头，时间就在后头，我选择耶稣，跟随不回头。我全然献上。我全然降服，照你旨意，不照我意，跟随你是我的喜乐。我全然献上，我全然降服，在每一天每个选择，我都说我心尊
弟兄姊妹，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当尊主为大，当我们自己全然的献在神的面前，好不好？我邀请你，这个时候你来开口向神来祷告，将你自己全然的献在祭坛上，不是按着我们自己的心意，不是看重自己，而是在乎神。神要我们的生命要做什么？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要成就什么？那我们所选择的不再是我们自己的喜欢，不再是我们自己的欲望或我们自己的想望，而是神要在我们的身上所做的一切，好不好？这个时候，我邀请你一起来开口，来向神来祷告，来祈求，愿神用圣灵来扶持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进入他的命定跟丰盛的里面。我们一起同声来开口祷告。在父神，我们谢谢你，感谢赞美你，主要是你的恩典，你的祝福，让我们能够被你拣选，成为你的子民。主要让我们成为你的子民，就不再忽视我们自己。主啊，除去我们的老我思想，除去我们的老我的这些的一个坚固营垒，好让我们被你来破碎，愿意将自己全人的奉献在你的祭坛面前，让你的灵火来焚烧我们，带领我们进入到你的恩典里。所以主啊，让我们用感谢敬的人，用赞美敬的人，主啊，让我们来尊荣你、敬畏你，因为你是配得我们尊荣你、赞美的神。我们更多的愿意在你面前降服，我们更愿意在你面前将自己全人的献上，因为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神。主啊，不管我们的环境如何，不管我们的生命如何，主啊，你就要来做翻转的动作，主啊，你就来做医治的动作，主啊，你就来做救赎的动作。是的，主啊，这是你的应许，这是你给我们的恩典。主啊，我们来降服于你，在你面前来向你献上我们的呼求与祷告，愿你的灵来引领我们，带领我们，好让我们走在你的面前，好让我们在坚立在你的面前。主啊，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这些的引诱，主啊，在这世界上很多的这些的一个迷惑，但主啊，我们单单的仰望你，注视你，在你的面前来仰望你，在主的跟孙神说：主啊，我爱你。主啊，我爱你，愿你的灵来引领我们，带领我们，好，我们全然在你面前，全然的将自己当作活祭献上，是可喜悦的祭物。是的，主啊，这是你所要的，这也是你所爱的。愿我们在你面前所献上的祷告都蒙你喜悦，将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全然的献上，我全然献上，我全然降服在你旨意，不照我意，跟随你是我的喜乐，我全然献上，我全然降服在每一天对的选择，我都说我尊主伟大，十架就在前头，时间就在前头，时间就在后头，我跟随耶稣，跟随不退头。时间就在前头，时间就在后头，我选择耶稣，跟随不。十架就在前头。时间就在前头，时间就在后头，我选择耶稣，跟随不回头。时间就在前头，时间就在后头，我选择耶稣，跟随不回头。我全然献上。我全然降服，照你旨意，不照我意，跟随你是我的喜乐。我全然献上，我全然降服，在每一天每个
的选择。我都说我心深处伟大，世界就在前头，世界就在前头，世界就在后头。我选择耶稣，永生不回头。世界就在前头，世界就在后头。我选择耶稣，跟随不回。是不是这样？世界就在前头，世界就在后头。我选择耶稣，跟随不回头。世界就在前头，世界就在后头。我选择耶稣，跟随不回头。谢谢耶稣，我们知道你爱我们，主啊，你看我们为你的宝贵，为你的珍宝。是主啊，在你面前，我们只有全人的降服，全人的尊荣与赞美，全人将自己全人献上。是主啊，因为你是我们的神，你要带领我们进入到你的恩典里。愿我们在你面前所献的敬拜，所献的祷告，都蒙你的悦纳。愿你赐福你的圣灵与这地，愿你的灵引领带领。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请坐。这时候我们来奉献。如果你是第一次来的，你不晓得奉献的意义，你可以不用奉献，没有关系。一起起立来唱奉献的诗篇。我将所有献于耶稣，是甘心乐意奉献。我要永远爱主靠主。日日常与主同行，所有全奉献，所有全奉献。献于爱我尊贵救主，所有全奉献。请坐。教会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在报告之前，我们先来读今天的金句，记载在诗篇第5章第11节。和本，我们一起来念2遍，请。凡投靠你的，愿他们喜乐，时常欢呼，因为你护庇他们；又愿那爱你名的人都投靠你。凡投靠你的，愿他们喜乐，时常欢呼，因为你护庇他们；又愿那爱你名的人都靠你欢喜。6月份的事工分担表，请有事工的同工自己来看。我们翻开下面，周间的活动，礼拜4晚上对吧？礼拜5晚上有白儿诗班的练习，礼拜6晚上6点有儿童品格营，礼拜6晚上7点有职场团体的聚会。
每个月第1个礼拜六晚上7点有提摩太家族的聚会，礼拜六晚上8点50有敬拜团的练习，礼拜日下午1点有学生团契及青年团契的聚会，礼拜日早上11点有松年团契的聚会，每个月第2周、第4周，礼拜日早上11点有妇女团契的聚会。消息报告：今日是总会事工奉献主日，请关心代祷的奉献。第2点，小会公告，下任长职于8月1号8月第1个主日举行就任，当选的名单有以下。第3点，鼓励弟兄姐妹为姐妹教会、西道帮教会奉献，期待每个月有2万5的奉献总额，请大家踊跃向红字指示登记成为西道帮小天使，告知每月奉献多少，从7月份开始为期1年，谢谢大家。第4点，彰化城市祭坛祷告会在今天下午3点与北斗会下午2点10分在教会集合出发。第5点，云嘉南区退休牧者夫妇联谊会在6月24礼拜1早上前来鹿港游览，下午1点参访本会，愿主赐福。第7点，青年太平欧营在7月4号到6号，礼拜4到礼拜6，与新竹新恩堂，欢迎小六以上的青年参加。主题选召非黑即白，目前报名已有8人，请向莫命牧师。第8点，6月22礼拜6职场聚集，早上9点半到下午3点半，在3楼，请报名者前来聚会。代祷事项：求主掌权，为了花莲地震、乌俄战争、以哈战争、台湾的命定祷告。第2点，求主复兴转化众教会，眺望西道帮教会及本会行在真道上。第3点，请为身体欠安的兄姐来代祷，敬称省略。弟兄有黄维国、罗敬元、蔡景堂、施维坤、张安义、尤以峰、廖胜杰、郑英国、施庆发、郑文信。姐妹有康曼丽、夏玉丽、谢金满、林美华、梁桂花、谢淑贤、王小桃、张淑珍、林思彩儿、沈丽玉、茉莉牧师。我们来读今天的圣经，记载在路德记第4章13节到16节。和合本在333页。我们一起来念。于是波阿斯娶了路德为妻，与他同房。耶和华使她怀孕，生了一个儿子。妇人对拿俄米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今日没有撇下你，使你无至今的清楚。愿这孩子在以色列中得到名声，他必提取你的精神，奉养你的老。因为是爱慕你的那儿妇所生的，有这儿妇比有7个儿子还好。拿俄米就把儿子抱在怀中，做他的养母。”这时候我们请庄牧师来为我们分享今天的信息。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时常会说阿门，对不对？阿门其实它是希伯来文的一个名词，它的意思就是真实的、信实的、确实的、确定的、坚定的、稳定的、可靠的、诚心所愿，但愿如此。但是我们要知道，阿门它最初不是我们基督教所采用的，阿门它最初它是犹太教，犹太教，阿门我刚才说它是希伯来文的一个名词，希伯来文当初也都是犹太教在使用的，所以我们基督徒最后
基督教来使用。基督徒时常在祷告还是说赞美之后，我们会用阿们当做一个总结，还是说肯定一个确信？所以就像《申命记》里面所记载的，《申命记》在第7章第9节这么说：所以你要知道，耶和华你的上帝，他是上帝，是信实的上帝，像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实爱，直到千代。这段那个经文，它是最主要，它是阿们，它一直让我们很看重的一个原因。从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看到说，神他会用一句话来实施他的信实。因为这阿们也是一种独一无二的一种认知，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有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专一性。因为我们的信仰和其他的宗教不一样。最近报纸上写了很多不一样的，甚至还有什么妈祖要去嫁给什么，嫁给关公的，就是好奇怪，好多神啊，对不对？对我们的宗教，我们是不是只相信一个我们唯一的神？所以那时候在电视上演这个，就是演这出戏，就是妈祖嫁给关公，就觉得很奇怪啊。这是不是就是说宗教它没有一个专一性，会到最后会让人家觉得说很不可思议，很不可思议。我们如果没有专一性，就很容易在我们的宗教里面会让人家陷入所谓的自我信仰。自我信仰这是常常会犯的。因为我们的信仰是建造在基督里面，我们一切都要用基督成为我们信仰的中心。就像刚才牧师所说，很可惜，现在很多人对我们的基督信仰真的是一知半解，真的是一知半解。我们时常会把我们自己认为的信仰当作是基督信仰，导致在信仰里面也有另外一个名词叫做四不像宗教。我们的信仰里如果没有把基督当作一个中心点，你就变成四不像。真的是不像，到底我们的信仰是什么？总是最主要是因为常常就把自己的看法、自己的想法，把它定义成我们自己的信仰。甚至读圣经的时候，也常常只喜欢挑那个自己喜欢的来读，这个是很危险的。最怕陷入所谓的断章取义。你人不好，我就找一个圣经节里面再说人不好会怎样怎样，其实不是这样。我们的圣经虽然天主教的圣经和基督教的圣经是从天主教摘取下来的。我们基督教66卷，基督教66卷，天主教是80-90卷的，我们中间摘录下来，但是我们也是有按照那个解经家他一个系列的排列下来的。但是很特殊的，今天我们所要看的经文《路德记》，你们回去可以自己看。《路德记》它的前面后面，怎么中间穿插一个《路德记》出来？很奇怪，它和前面和后面差很多啊。《路德记》它是在讲一个家庭，一个婚姻的问题，怎么插在那个中间呢？很奇怪。这个也是一直到现在很多解经家还在探讨的问题，但是对我们来说，我们会把它当作是一个连接，就是说，旧约一直在人的犯罪到最后，他会有一段就是把它连接，他会把它转一个心境，让你再进入到另外一个阶段。其实我们圣经这样的排序下来，旧约新约这样排序下来，它是有一定的顺序，就是在叙述神他的恩典、神的救恩，他是怎么样，然后人离开之后，然后又怎么让神的成全的这个旨意又凸显出来，让人又再回归慢慢从，因为我们都知道，不管一个社会一个国家，它都是最基本的，它的那个单位是什么？就是家庭，所以我们华人常说的家和万事兴就是这样来的，所以它会一个转折点，
所以我们特别是我们这个转折点，我们要很坚持着在这个转折点去探讨它。回归到刚才说的阿们，阿们绝对不是祷告的结束。有的人说到阿们还是有的人在那等牧师带着祷告，有的牧师祷告很长。我碰过祷告20分钟、30分钟的，有的人他就不耐，我就想说赶快等，他不是在等什么，他在等什么，知道吗？他等赶快讲阿们，他就认为说阿们它是一个祷告的一个结束，但是不是？其实阿们就是一个行动的开始，阿们就是一个见证的开始，阿们就是上帝的应许，就是上帝的成全。我们要把阿们之前的那个我们的祈求，融入到我们的见证里面，让我们的所领受到的用见证把它凸显出来。所以阿们就是上帝的成全，上帝要用他的爱让接纳，不管是神的接纳，是你祷告当中你和人之间的接纳扶持。所以现在牧师最近在探讨这个成全，他成全解释非常的多，但是他成全最主要是要跟我们说神的成全是最重要的。我们现在做一个成全的祷告，这个祷告就是我们的一个成全，一个神的成全。我们来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在此我将所有属于鹿港基督长老教会的弟兄姐妹都交在神你的手中，愿神继续坚固他们的信心，让他们能够一生服侍主，一生跟随主。我也要奉耶稣的名宣告，圣灵必定带领他们能结出丰盛的果子，来荣耀主名。我也要奉父子圣灵的名，借着圣灵的宝剑，斩断我们与我们所服侍过的每一个人之间一切不合神心意的连结，也让我们能够在主的成全当中彼此鼓励，彼此扶持，彼此接纳，重新建造属于基督的信仰，打破那些过去的年日当中的坏的行为、的坏的思想，以及和主中间的围墙。主啊，我们愿意再一次把我们自己本身带领到你的面前，求主能够再一次的成全我们的期待，成全我们所要做的事情，并且带领我们离开我们的自我，使我们能够再次把神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放在我们生活当中，成为一个中心。虽然我们的信心不足，但是我们也祈求神能够成全我们的勇气，让我们在神的真理的当中来成长。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大家一起说阿们。弟兄姐妹，成全这个词在希伯来原文最基本的原文开始，它是在修恢复。我们很容易可以了解，因为华语它很容易去传统。成全等于修啊，对不对？譬如说脱臼的骨头，我们把它接起来，还是说在马太福音第4章21节有另外一种翻译叫做补网子。马太福音第4章21节，经文是这么说：从那里往前走，又看见弟兄2人，就是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他的兄弟约翰，同他们的父亲西比泰在床上补网。耶稣就呼召他们，耶稣呼召雅各、约翰来跟随他做他的门徒的时候，这2个人和他们的父亲正在床上补网。这个补网的动作就是以弗所书
里面所说的成全，就是把它补起来。好，我们也知道要去捕鱼的网子破掉了，你怎么捕鱼啊？把它补起来就是成全。所以成全也有另外一个，对现代来说，成全就是所谓的建造。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就是建造团队、建造小组，好，让人活在一个爱的网当中，让人活在一个爱的身体当中，让脱臼的骨头重新接上去，让关系破碎掉的，把它补起来。好，其实这也是我们一般所说的那个叫做成全信徒。好，成全信徒也是在指这个，就是把它补起来，好，把它补起来。补好了之后，我们再去想说如何的各尽其职这个工作。很多你没有把它成全，没有把它补起来，你怎么去各尽其职？各尽其职呢？有可能还没有好，还破洞还在，你让他们各尽其职，那个只是分裂，不是吗？所以你一定要先做到这个工作，因为人起初在受造的那个时候，不要忘记哦，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而创造的。我们三位一体的神，他在永生里面，他是彼此相爱的，是所谓的爱的神，是喜乐的神。那个时候，人不管你在做什么，都是很喜乐的。人和神之间，人和人之间连结在一起，非常享受。为什么？是因为活在爱的里面。但是我们也知道，后来人开始犯罪了。人犯罪之后，就像骨头脱臼了，就像网子破灭了，彼此之间那个爱的源头都断掉了，不再相爱了。所以我们知道圣经一直到新约开始，为什么耶稣基督要来救赎我们？是因为他来要将我们的破掉的网子缝起来，要让我们和神这个同一个肢体，这个骨头脱臼，再把它结合起来。耶稣基督就是要来做成全的工作。耶稣基督就是要我们来顺如神。圣经上不是有说过吗？我来不是要废除什么律法，我来是要去成全。神就是这个工作，神就是要让我们去重新享受到在那个爱的团体里面。成全就是使一个人受到恢复、受到修补、受到健康，进入到一个完整里面。所以要让一个人真正的成全，恢复到他的价值，一定要在爱的团体里面，爱的小组里面。今天世界上任何的人事物，基本上其实它有3种价值，它有3种价值。刚才牧师在那个台语堂有讲过，用一个1000块做例子，1000块它第一个价值，它是钱，它本身的价值，它本身的价值就是它是一张纸，纸上面有很多油墨印了很多图案。它的第2种价值，它是钱本身的保证的价值，就是我们中央银行保证它是1000块，它就是1000块的价值，不是吗？中央银行没有保证它是1000块，你能随便拿一张纸说它是1000块吗？所以第二种价值就是它有受到保证的价值。第3种价值就是连结的价值，就是你把这个钱连结在哪边，它有它的价值。如果这1000块被人家连结在股市，最近股市好像还不错，是很可惜，我是没有在买股票。最近好像不错。我那天晚上听到那个隔壁蔡老师，隔壁中油蔡老师，他停车子在那边，他就跟我说：“牧师啊，我今天少赚了10几万，因为他前一天把股票卖掉了。”我不是说股票不好了，我不谈那些事情。股票
你投资在那边，它就是有它的价值。而房地产，对啊，房地产虽然现在有打房的政策出来啊，但是还是有一些人在房地产上啊，房地产有时候搞不好的话也是有困难牧师上礼拜牧师去帮我拿一张法院的那个传单给我，我也被告了。我在屏东有一块土地被告了，我被告的。因为那房地产的问题很麻烦，所以我这2天都在找我的那个招农执事，他跑掉了我都在找他。他早上碰到我第一件事说：“你不要再问我了，我跟你说那个就不要理他就好了。”第3种连结就是这样，用土地，我刚才在说的土地就是这样，土地也是有不一样的连结，不一样的价值。第一种就是土地它本身的价值，它就是它不同的土壤，有的土壤可以种树，有的土壤可以开拓成游乐园，有的土壤它可以盖房子，它不一样的。好，另外一种就是保证的价值。保证价值就是看政府怎么定义它了有些是建地嘛，有些是田地嘛，有些是山坡地嘛，还是说什么不一样的地。第4种就是连结，土地它有连结价值就是看这块土地是在哪边，这块土地旁边如果有高铁过去的话，还是它快要变更了，快要都市计划了，它的价值就会飙涨。刚才我在台语堂也有用另外一个例子，就是用我自己本身用人来说，其实我有我的价值第一个就是我本身的价值，大家应该都知道，我身体有70%的水，我的肥肉不要说，我身体里面所含的铁，可能敲一敲还可以做几根钉子。我有我的本事，我有我的才能，所以这个就是我自己本身的价值。我也有保证的价值我怎么保证呢？我娶了茉莉牧师，就变成是他的先生。现在我做阿公的，我孙他在后面，这些身份都是保证我这个人的价值，至少我还有这2种价值但是不可讳言的，我也要有我的连结的价值。我的连结价值就是说，我跟神，我跟人，我要有很好的连结，我才能够把前面那2种我的价值发挥到最好，否则没有办法发挥，甚至会带来毁灭。如果我们人不能连结，不能发挥我们的价值，我们会彻彻底底失去我们的价值。我们人想要真正恢复神创造我们的形象，要恢复我们的价值，我们必须进入到连结，进入到爱的团队。问题是，世界上很多人都知道连结的重要性特别是生意人。最近有一个人很夯谁黄仁谦，对不对？黄仁谦对不对？不是黄仁谦黄仁勋我想着那个牧师去了。对，李仁谦，那个黄仁勋你们看我白头发多一点吧，我像不像黄仁勋有人说我有点像黄仁勋黄仁勋这个人厉害，他很会连结，一般人是看不出来。他来台湾第一件事情，他后面贴了很多公司，那些人是在帮他背书的。他可以跟别人说：“你看，大家都找我说你要找我这个行业，你要找谁？你是不是要找我？”我都是在夜市在那边，我很亲密，所以你买我的东西不要担心，我可以对你们很好，对不对？搞到最后，他都不用做，很多乡镇的县市政府主动就跑来找他，来我们这边建厂，对不对？他行销学得很好，他都不用做什么。我到这边给他3万，给他5万，那个对他说的是什么？很厉害。我不是说他不好我是说他很成功。
他们行销做得很好，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问大家弟兄姐妹，我如果到处说我们的神，昨天有一个手段要把它接好，前天有一个眼睛小小朋友，我跟你讲，我贴在上面，1个礼拜之后，下个礼拜我真的是满满的装不下，走到外面去，信不信？我如果行销做得好，但是我没有那个能耐啊，我还不至于为什么会那么厉害，会叫掰咖行的，我还不至于。行销学很厉害，但是很多人都知道如何去连接哦，我也知道啊，但是我真的没有办法做到，我没有办法，我只能尽我的本分，让我自己本身的价值提高，我连接在主里面。所以，究竟谁能够把我们的骨头接上，把我们破的网子补上？答案就是谁？我的耶稣基督。以弗所书第4章10节到13节如此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教师和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堂，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理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成长的生命。所以，耶稣基督来了，那一位完全的爱的化身来了，他来就是要让我们脱离掉我们的自私、我们的自利，让我们能够和人重新连在一起，发挥到成全的功能。因为成全非常重要，成全有一个非常值得在我们目前所面对的问题，有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反省的观点，就是第一个，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在家庭里面，我们很多时间我们是要成全我们家人，不是要来打压家人的。因为你如果不是成全他，你常常打压，会造成很多家庭的问题，你就没有办法做到家和万事兴。在教会当中也是这样子。如果在教会当中没有办法彼此成全，的话，就很要小心了。结群结党，彼此怀疑，互相攻击，互相嫉妒，互相批评，互相不谅解，不能同心合一，种种的情形说不完，这都让人家非常痛心啊。有时候一间教会里面，似乎我们看到说好像是不是一间教是好几间教会，各自做各自的，没有办法去成全信徒。我们话说回来，我们今天来看拿俄米、路德、波阿斯如何透过成全，让神重新建造这个家庭，最后得到祝福。我们先来看拿俄米。路德记第3章第1节开始说到，拿俄米对路德说：“女儿啊，我当为你找个归宿人，好让你今后的生活有个依靠。波阿斯是我们的近亲，对我们又那么好，让你和他年轻的女工一起捡麦穗，他今夜在场上播大麦。你要沐浴抹膏，换上衣服，下到场上，却不要使那人认出你来。你等他吃喝完了，到他睡觉的时候，你看准他睡的地方，就进去掀开他脚上的被，躺卧在那里。他会告诉你应当做的事。”拿俄米对他路德，对他的媳妇路德的成全，就是拿俄米用智慧来成全他的媳妇，使他的媳妇能够找到好的依靠，能够在和华的婚姻当中得到神的祝福。拿俄米他并没有抓住他自己要的，有的时候一般人他都想说，他把他最喜欢的丢出去了之后，他会想说怎么办？我把这笔钱投资出去了，如果
赚没有话说做亏钱了，那我后半辈子我怎么办？这人之常情啊。但是拿俄米没有这么想啊。其实拿俄米他的小儿子，他的那些儿子都过世之后，他唯一依靠的是谁？就是路德啊，对不对？啊，路德如果嫁出去了，不理他了，他怎么办？拿俄米没有这么想，他只想到路德的幸福，他期待路德不要跟着自己这个老阿婆相依为命一辈子，他不希望这样，他希望说他能够有好的归宿。这个就是真正的有智慧的女性，也是愿意成全那个媳妇的一个好的东西。不一定你出去的时候不一定自己变成是一无所有。然后拿俄米是这样，我们来看路德。路德他跟拿俄米说：“凡你这个你就是拿俄米所吩咐的，我必遵行。”路德就下到场上，照他婆婆吩咐他的去做。路德愿意成全婆婆，照他婆婆的去做，也没有犹豫过这样子做会怎么样，他没有。圣经继续说到这整个事情，就好像照着神的剧本再演下去。圣经这个记载说，波阿斯吃喝完毕，就躺在麦堆的尽头睡觉。路德悄悄地走进去，掀开波阿斯的脚边的一块布甚至是衣袍啦掀开就躺下去了。到了半夜，波阿斯突然间醒过来，翻过身，发觉到竟然有一个女的躺在他的旁边。他就问：“喂，你是谁啊？”路德回答说：“我是你的仆人啊，我是路德，请你用你的衣袍来盖住我，因为你有权，你有权可以做任何事，你有权买，还有甚至你有权买，还有赎回我家的产业。”然后后来他们两个就在那边对话，聊到最后，路德他也睡觉，他睡到早上之后，他回到他的婆婆拿俄米那边，然后拿俄米就问他说：“女儿啊，怎么样了？”路德就把昨天那个波阿斯跟他说的再说了一遍，然后拿俄米又跟路德又跟拿俄米说那个波阿斯他又给我6产的大麦，对我说：“你不可以空手回去见你的婆婆啊。”说到这边，牧师又要跟你分享说：如果有人愿意听长辈很好的建议，他不在乎事情的发展是怎样，他把问题交托给神，他尽力去做，往往是会有想象不到的结局。所以有另外一版的那个翻译书是写说，路德的故事比连续剧的剧情更加戏剧化，更加精彩。弟兄姐妹，你的人生这个剧场要如何走下去，要如何演下去，真的要完全看你是如何顺服主。让我们的神成为你的导演，让我们的神导出你的人生。接下来，我们还要来看另外一出戏。这出戏就是一个成全的一个后段，就是波阿斯他成全的这出戏。经文继续说，波阿斯他明白路德的心意，路德心意就是希望波阿斯能够赎回他家的地还有权。波阿斯说：“女儿啊，愿神赐福你。我有看到那些比我更年轻的男性，你都没有追随他们。我想你对家庭的那份忠诚，比以前更加忠诚，更加好了。”又说：“女儿啊，不用担心，在这个城里面的人都知道
你是一个有好德性的女性，我会做我应该做的事，没有错。我有权买你的产业，不过我们都知道，还有另外一个人跟你的关系比我更近。你今天留在这边，明天一大早我会去找那个人谈。如果他愿意娶你，愿意帮你赎回地，那很好，就让他去吧。但是如果那一个人不愿意，我今天我波阿斯今天指着永活的耶和华发誓，我一定会亲自赎地取你。故事一个阶段到这边，然后一直到天亮，波阿斯就走到门口去，然后等着那位亲属跟他对话。经过对话之后，还有圣经是记说10个长老啊，我是不在场，我不知道几个长老啊。那个经过10个长老的见证，那位亲属就决定放弃权利和义务，将赎地取路德的这种权利交给波阿斯。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波阿斯他的成全就是他不计较路德还有拿俄米之前他那种悲惨的命运，家里的男的都过世了，他不去计较，甚至他们空手来的时候那种贫穷的状况，他也不去计较。波阿斯他只有看到路德他的坚定，他的勤劳，他的孝顺，还有他的信靠神的信心。他也看到拿俄米和波斯身上信靠神产生的彼此接纳、彼此扶持、彼此成全的那种见证，所以波阿斯就愿意成全这对婆婆和媳妇。不止这样，而且还赎回他们的产业。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顺服之后，他所得到的命运是多好。最后，我们也要来看神是如何成全他们3位后来的命运。在路德记第4章13节，很好记，我很会记这种4章13节，因为莫利姆斯生日是4月13号，我记得很清楚。路德记4章13节说，最后波阿斯娶了路德为妻，与他同房，耶和华神就使路德怀孕，路德就生了一个儿子。那个时候城里面的妇人，对拿俄米说：“赞美上主，因为上主今天没有抛弃你，现在上主为你预备了一个赎回家产、家族的人。愿这个孩子能在以色列扬名，愿他使你恢复年轻活力，并且在你晚年的时候照顾你。他是你那位爱你的媳妇所生的儿子。有这个媳妇，比你有7个儿子还要好。”拿俄米就将孩子抱在怀中，照顾这个孩子就好像是他亲生的。他邻舍的妇女又说：“拿俄米又有儿子了。”他们就把这个孩子取名叫做俄贝德。这个孩子后来也成为耶西的父亲大卫的族谱。弟兄姐妹，我们来看空手回来的拿俄米，甚至在伯利恒的时候，他对着伯利恒那边的妇女说：“不要叫我拿俄米，要叫我苦命的玛纳。”但是最后耶和华神真的成全了他的祈求，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所信的神是如何的信实可靠、怜悯慈爱。我们所信靠的神，他的奇妙的事是做不完的。那么你在你的生命当中，难道不会把这么奇妙的神放在第一位吗？在你的家庭，甚至在我们教会当中，我们难道不是把我们的神当作第一吗？还是你要去学弥天宗教，妈祖嫁给关公？最后，我要用和台语礼拜时候一样的诗篇第5篇11节做一个结束。诗篇第5篇11节，经文是这么说：“凡投靠你的，愿他们喜乐；
时常欢呼，因为你护庇他们，又愿那爱你名的人都靠你来欢喜。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父神，感谢你，因为你总是在我们茫茫然的时候，就像一盏灯，在我们前面指引我们的道路。更要感谢你的是，在你的恩典里面，你时常成全我们的不足，成全我们的欠缺。感谢你，透过今天路德和拿尔米的信息，让我们学习到凡事交托的这个功课，也透过波阿斯的接纳、扶持、成全，让我们体会到在信仰团体当中那种爱的重要性。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是神，是信实的神，是怜悯的神，是恩待我们的神。让我们来回应他。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这首诗歌。向亚伯拉罕献上一生，我生命之爱都献给你，所有一切都是你的赏赐，你配得我献上全所有，我全然献上，我全然降服，照你旨意，不照我的，跟随你是我的喜乐，我全然献上，我全然降服，在每一天每个选择，我都说我心真主伟大。十架就在前头，世界就在前头，世界就在后头，我选择耶稣，跟随不回头。世界就在前头，世界就在后头，我选择耶稣，跟随不回头。我全然献上，我全然降服，照你旨意，不照我的，跟随你是我的喜乐，我全然献上，我全然降服，在每一天每个选择，我都说我心真主伟大。十架就在前头，世界就在前头，世界就在后头，我选择耶稣，跟随不回头。世界就在前头，世界就在后头，我选择耶稣，跟随不回头。十架，世界就在前头，世界就在后头，我选择耶稣，跟随不回头。世界就在前头，世界就在后头，我选择耶稣，永追不回头。我们一起来领受祝福。好，我们一起来领受。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与圣灵的交通
持，与我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愿耶和华赐福给你，愿耶和华永远保护你，愿耶和华他的眼光照你，愿耶和华赐你平安，愿耶和华赐福给你，愿耶和华永远保护你，愿耶和华他的眼光照你，愿耶和华赐你平安。弟兄姊妹，互相的请安，愿神的恩典就到我们的生命里面，让我们成为神的祭司，站立在神面前。从第一首歌来。天下向耶和华欢呼，天下向耶和华欢呼，歌唱，有能力与华美在他的圣所，耶和华超乎万神之上，地灵有尊荣和威严在他面前，来向耶和华唱，来向耶和华歌唱，向拯救磐石欢呼，以耶和华为大，当受极大的赞美，来向耶和华歌唱，全地要向他歌颂，在列邦中述说他奇妙的作为。天下向耶和华欢呼歌唱，有能力与华美在他的圣所，耶和华超乎万神之上，地名有尊荣和威严在他面前，来向耶和华歌唱，向拯救磐石欢呼，以耶和华为大，当受极大的赞美，来向耶和华歌唱，全地要向他歌颂，在列邦中述。
要来嘛，是过来伊个原本意思是安尼，一个是正校，一个是帮山，表示讲即个足严重的，所以咱即马咱看叫做高大耶和华拢会帮山咱。咱来先来看撒母耳，撒母耳的一生是怎样受到耶和华帮助的？撒母耳对伊的老母哈娜开始就受到耶和华帮助。是安怎讲呢？其实伊的老母哈娜是一直无法度怀孕，一直没有办法怀孕。但是哈娜有信心，伊就是一个足有信心的人。伊相信耶和华的确会应允伊的祈求。伊的祈求就是安怎？就是讲伊要爱怀孕。结果无着，到落尾哈娜真正生撒母耳。而且为什么叫做撒母耳？撒母耳嘛是意思，撒母耳的意思就是讲，这是我对耶和华遐起来的，我对耶和华起来。撒母耳的意思讲的意思是安尼，所以撒母耳伊的一生，伊只要有家己受着经验，是讲听着人咧甲叫撒母耳，伊就想着讲耶和华帮助。安尼咱就知影，一个人的命，有心在甲这个人的命是带来一世人的一种改变。而且咱也知影撒母耳伊细汉的时阵伊就是生活伫一个城镇，迄个伊利出来。这个伊是还好但是伊的厝是充满无信仰，道德足败坏，特别是这个伊利的物件。伊个这个物件，要讲的嘛是祭司，但是伊却无认捌耶和华，真可惜。这后人咧解说讲，用即摆时代来讲，你是一个基督徒。你敢是真正常是把你所信，你捌无？是我就是基督徒啦。我细大家拢是基督徒，所以我出世时，才有基督徒三字，就是我像人讲，我嘛有法度，我出世一手的圣经，一手的圣诗。伊这个物件，有办法，做这事那就好，但是撒母耳呢？伊无受着影响，特别是第撒母耳，圣经记载撒母耳上第3章19、20、19、20讲着讲，耶和华甲撒母耳同在。伊讲撒母耳虽然是一细汉无好个环境中但是伊受着耶和华保守，所以撒母耳一世人要挂耶和华同在。这对咱来讲就是讲。咱的囝儿是咱的后生来，最近是最好，伊人咧毕业，有当时咱做欢喜，是无对，但是咱来做主要，伊国民教育支持一个囡仔，伊的一个足基本的安尼。咱来讲上讲在行，其实这个还好，咱会只会当来归类叫知识安尼，知识家己但是伊的信仰呢，伊的信仰。咱一个囡仔最近毕业，但是咱咧毕业，伊是一个结束，伊有继续国小毕业，高中的毕业，高中毕业，但是咱来看，伊的信仰有像安尼，实在。伊到后来，伊对伊的幼儿班起来，到高中时，佮去。高中去我大毕业去，伊个信仰观咧是安尼直直去，咱一个街坊最近咱教会嘛是一个街坊，期待讲国小5年以上，逐礼拜下昼，会当来参与，咱的开车老师讲咱的伊即是伊要出来开始来探讨圣经，这是一个真好的。一个学习，咱啊从细汉到大，毕业无做代志啊，是安尼。爱无一世人拢无离开耶和华，所以咱看撒母耳从细汉开始，伫迄种环境就是伊无离开耶和华，
而且三文鱼我讲实在，伊嘛是食着伊的后生来咧分享，阮讲耶和华这细汉时安怎来照顾。啊，所以有需要请你嘛是安尼。而你的人生中间，你有感受到耶和华上帝咧帮助你。所以咱即马要为着一件代志来祈祷，为着你，逐个人拄着的前面个办法，要为着你家己某一项代志来甲耶和华上帝去求上帝，即是你所拄着的一件代志，来帮助你，亲像撒母耳共款，时时刻刻，不管你后生还是你的生活中间，虽然有些拄着足恶甲恶代，但是伊无袂去甲上帝去。咱头前代志要为着你，最近拄着一件代志，开喙，每一个人都共款，请咱开喙为着这件代志来求请。所以，咱要进入另外一个对有上帝的帮助的一种无共款的生命，咱就爱好好去思考，像最近我讲咱的，我有一个牧师，我分享过，讲人若要得到上帝帮助，绝对爱第一爱大好事，第二爱专心爱关注，也最重要是第三爱时常祈祷。第四，爱无停止参加礼拜。礼拜，然后这对咱开始，咱好啊，其实都检查真侪人，我唔咧甲你看过，或者真侪信仰上的问题，但是绝对爱是放任你家己。你若人若是要放任，你永远无法度去接受别人去甲你看过。有时阵咱家己是讲咱的后生。正确方向，但是方面，失败、魔鬼嘛会借着足个机会来破坏咱人甲上帝的关系。所以，牧师比较做，大家这2年来嘛是真正发牧师，就是对咱
讲伊一个爸，叫到一礼拜，哦，我去到可能大概30个几个人，我较早长期，就是讲看过真好势，但是就是有回应，有回应，因为真侪关键的问题，为这个疫情到即马到8号，每一个教育拢甲讲咧，第2检测，虽然第1的回办，因为有个见到的，第5是当选，我是用支持的，回办是足侪人，但是过来1礼拜我是搁再提醒我较出个努力，稀疏的做，这就是咱爱多了艺术，多比较老师讲这个老师，这个用就是那个，咱未来你就上对方法，就未来抓或者搞这些东西，思想一个爱多点进去，这是咱未来一点一点来改变。好像今仔日是中国暑假管理处理，中国暑假是中国，咱在咱台湾有几个教会。咱把它教坏是，咱无共款是咱做钱，咱是家己做，甲其他的教坏有无共款，所以咱做钱咱就是教会、社会、用会、总会，这样子在。所以总会每一年都给一个目标，今年总会给目标，我相信咱大家地方应该来看，伊这就是讲，期待今年中间会当达成是报是个方向，咱注意看，总的目标，咱是直接下去。你这个目标是什么？咱报差不多都会有做的，咱拢尽量做，你这个教育要做做，咱拢尽量去做，尽量去做，咱后面这个总会暑假，来到就是真重要，真的，这个是个总是，咱台湾用这个教育是各自为政。是每一个教会，是个体，不是咱是一个组织，就外务长、政务长安尼直直落来，但是咱的组织是这样的限定问题，咱是不是？咱这是感谢主，咱有这个机会，才对咱提供这个教会，提供这个所以，咱那个把咱这个教会。造成有关，所以这是相当不错一个中规暑假来一个你若在下一个来单配，不要后边不一样，你大概经东西来提出你要来东西。咱若要为着咱全班同学如何
将将来我也需要承担我们一起努力的好生命，当然到最后我们花花来的。
耶稣爱你。有刚才的话，因为1:12，因为伊的主啊，永远记得；凡一生的讲，伊的主啊，永远记得；凡阿伦的家讲，伊的主啊，永远记得；凡敬畏耶和华的人讲，伊的主啊，永远记得。这是咱三界的信息，圣经的信息第9首，万物三界自由欢喜，请大家一起来传授。Thank you.
体运第20八，我来听请下这来。就感谢上主，因为伊是神，伊是至神。耶稣来说话平安。愿以色列讲。耶稣来说话平安。愿阿伦这世的家讲。耶稣来说话平安。愿所有敬畏上主的人讲。耶稣来说话平安。伫危机的时，我求救上主。上主就应来我。上主甲我同在，我袂惊。甲我开光伊的门。这个门是上主的门。上帝啊，你有应答我，我要感谢你。起厝师傅。办杀的招，这是上主的作为，这是上主所定的日子。上主啊，我求你解救我。从上主的名来的。因为应该是祝福。就野出去参加庆典。你是我的上帝，我要感谢你。就感谢上主，因为伊是至神。耶稣来说话平安。是咱当时安排的祈祷。各位弟妹，我感谢你，伫即礼拜当中无论拄着款啥物代志，你拢互阮平安顺遂的经过。我感谢你顺顺连满满伫我的身躯顶。我今仔日要来学乐你，今仔日要来感谢你。我今仔日的敬拜拢诚对你的满意。主啊，求你怜悯伫世界正中甲灾难拢受着影响，失去性命啦。求你赐阮来医治，互因的心比着安慰，肉体会使健全。求主一首569
好看，我真是秘啊！感觉很有智慧。真是，感谢主。我读国校初中吼，阮兜就安遗传。有白毛仔种，啊？有白毛仔种。啊！我进前就是大约吼，无哩怪怪，安尼啊，即马即马好像。对哦，好看。感谢主，这是。It's yeah. It's right.
祷告会。
非常上帝感谢你，一礼拜时间，伫阮的人生中间虽然是真短，但是你犹原有看时间的长短，因为你是阮生命中永远的主宰。阮的时间在伫你，也阮也愿意将阮的时间奉献落你。经过6年的时间，阮检查伫阮工课上，伫阮的家庭，伫阮的学校，拢叫我。但是阮知，经过6天的时间，阮犹原要来到你的面前，咱遮安静阮的心，要来甲兄弟姊妹做遮敬拜落你。感谢主你的带领，虽然口面吵吵闹闹，但是阮的心只是来到圣地，阮是准备阮的心，要当遮来祈求真侪代志，也要感谢真侪代志，也要恳求主继续伫阮的家庭、阮的事业内外来帮助，这摆信心甲阮同在。咱将今仔的时间好好的奉献伫你的面前，用靠主来所领导的名。咱来唱一首圣诗，圣诗580首，580首，救主耶稣万福不凡。咱要来读第1节就好，咱读第1节。来，最后读起来，救主耶稣万福不凡，公义快乐，也称赞。